空军公山基地 T344教练机失事这两个飞官拢顺捷去。今仔日早起是来办告别式，这地点是伫空军官校的南区来举行。赖清德总统是来颁发保养令，甲两个飞官晋升做空军上校。其实这军方呢，原底是要用4架教练机摆做一个缺席的队形来冲场第一，也毋过落尾煞因为天气无介好，所以全取消。 17号早，空军官校门口放堆塑花针箭头，工作人员引带车辆一台一台进入空军官校。总统赖清德、国防部长郭立雄，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拢出席，摆送两个殉职的飞官最后一场。总统致祭，献花。 这个月初2号早，空军公山基地一架机号341的 T34初级教练机，伫咧这片起落航线训练科目，部机发动机失效任务的时阵发生事故，落伫咧机场跑道的北边。飞行机顶头的各准男中校，还有罗贵佑中校殉职，两个人的告别式嘛伫咧17举行。总统颁发保养令，嘛为失事迄天开始，嘛甲两位亡者升做上校。俊男和基佑都是国军杰出 且资深的飞官，多年来，他们在空军飞行训练指挥部作育英才，培育无数后进。为着要甲两位殉职的飞官致敬，军方原底规划以 T34教练机用缺席队形飞过去会场，不过因为天气因素来取消。这件不幸的事故发生了后，空军下令工程会飞行机先全面停飞。 巡检一直到6月中旬，才当个继续飞。事故的原因，嘛经组专案小组来查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